小姐，你的价面够好啊哦，诚心对你的。好，我知。安尼啦，是啊，即摆以前大家拢爱合作中呢。伊啦，我会注意。好，拜拜。好啦，好，拜拜。他不要给2颗嘞。生日快乐！来，你还阁会记我的生日哦？当然的咯。无你拍开我看卖啊！咱先唱歌啦。紧食食，我要转去上班啦。无，哪会小干呢？无拄则我过马路先看到一个阿婆，安尼行路做慢。你莫解说啊！咱分手。依婷啊，你莫讲闹啊啦！你之前嘛拢安尼啊，2礼拜了，是毋是嘛搁好好，对无？我是讲正经的。啊，你头前5摆嘛拢讲正经的。你得遮高水哦，你今日为了遮水呢。你已经30岁啊，敢有想过你的将来？我含你买2个保险的呢，终身的呢，当然嘛有想将来。你莫想要靠你的缘投甲浪翠花过一世人，你知无？无啦，什么意思啦？啊，分手阁有咧讲人缘投的哦，我真无啦。